启示录第1章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上帝予伊这个启示，爱伊将两边一定会发生的代志，只是上帝正路幕。基督有差遣伊的天使，去指示伊的路幕约翰。约翰为着上帝信息，甲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就是伊所看见的一切，拢作证。读这本册的人真有福气，听见这个预言，佮遵守册里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时机近啦。我约翰写批予亚细亚的7个教会讲：愿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将来嘛存在上帝，甲伊造为前的7个神，以及耶稣基督，赐恁恩典甲平安。基督是信息的见证人，头一个对死人中告活，是地上万王的主宰。伊听咱为着咱流血牺牲，来投放咱脱离罪，互咱成做一个国度，做祭司来服侍伊的爸上帝。愿荣光甲权能归伫耶稣基督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你看，伊坐魂得来，众人会看见伊，连用手插伊的人嘛会看见。地上万族拢会因为伊啼哭，这个事一定会发生。阿门。现在存在，过去存在，将来嘛存在。全能的主上帝讲：我是阿尼法，是阿比加，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甲吞忍，佮有份伫伊的统治，为着传上帝信息甲见证耶稣，我捌住伫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。有一个主日，我受圣神感动，听见伫我的后面有大的声，亲像喇叭在响，讲：你着将所看见的写做册，寄予以弗所、士每那、伯加摩、崔雅崔拉、撒狄、菲拉铁菲、甲老底加这7个教会。我活动心要看对我讲话的是什么人。这个活动心有看到7支金灯台，灯台中有一位亲像人子，穿一领垂落到脚的长袍，胸坎下金带，伊的头甲头毛亲像羊毛遐尼白，亲像雪遐尼白，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脚亲像过火炉锻炼光亮的铜，伊的声亲像大水在呛的声，伊的正手提7粒星，伊的喙吐出生命来的剑，伊的面亲像炎热的日头发光。我一个看到伊，就趴伫伊脚前，亲像死去的人。伊用正手喊我讲：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的，我是活的。我有死，现在在活，为永远活地。我有死亡甲阴府的锁匙，所以你着将所看见的，以及现今所得发生，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，拢写起来。你所看到我正手所提迄7粒星，甲7支金灯台的奥妙是安尼。7粒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支灯台是7个教会。